英格蘭超級聯賽本賽季場均控球率排名曼城61.6%居第一，諾定咸森林39.3%最低控球率，對於球隊成績有冇關係呢？曼城排名第一嘅控球率61.6%，聯賽排名第三；車路士排名第二嘅控球率58.4%，聯賽排名第六；利物浦控球率係57.8%，聯賽排名第一；排名第四嘅控球率阿仙奴57%，聯賽排名第二；排名第五係托特咸熱刺57%控球率，聯賽排名16；排名第六係曼聯53%嘅控球率，排名14；排名第七係白禮頓52.4%嘅控球率，聯賽排名第10；排名第八係富咸52%嘅控球率，聯賽排名第9；排名第9係阿士東維拉嘅控球率51.4%，聯賽排名第7；排名第10係紐卡素，控球率50.3%，排名第5；排名11嘅修咸頓，控球率49.8%，聯賽排名倒數第一；排名第12嘅控球率班尼茅夫48%，聯賽排名第8；排名第13嘅韋斯咸，控球率排行係47.7%嘅百分比，排名第17；排名第14嘅賓福特，控球率係47.5%，咁而佢嘅聯賽排名係排名第11；排名15控球率嘅狼隊係47.1%，聯賽排名第15；排名16嘅李斯特城，控球率係45.2%，聯賽排名19；控球率排到第17嘅水晶宮43%，聯賽排名12；控球率排到18嘅係愛華頓39.8%，聯賽排名13；排名第19嘅控球率係葉士域治39.8%嘅百分比，排名第18；排名倒數第一嘅控球率係諾定咸森林，控球率係39.3%嘅百分比，排名聯賽第4。